在第消息来关心的是，台中捷运杀人案，今仔日是一审宣判。20岁姓洪的嫌犯虽然讲主张家己毋是刁工要杀人，而且佫提出精神的鉴定，也毋过即马合议庭是无要信，落尾是照刑法恐吓、危害公众，也佫有杀人未遂等等3项罪，甲判10档的有期徒刑，专案要通上诉。 今年5月21日，20岁姓洪的查甫人讲对社会不满，挑工选伫台北捷运站这暗10周年迄日，揸3支刀去坐台中捷运车线，伫车厢内一刀随机攻击，甲2个人扑着伤。台中地方法院26一审照刑法恐吓、危害公共罪、甲杀人未遂罪等3个罪，判姓洪的查甫人10年有期徒刑。被告所犯上开3个罪行，定应执行刑为有期徒刑10年。 被告的犯罪工具水果刀、菜刀均没收。台中地院表示，姓洪的查甫人承认犯案，敢若伤害故意，佮提出精神鉴定。不过合议庭认为，姓洪的查甫人是有计划去伤害人，佮用自我毁灭做理由，造成社会惊吓，无符合减刑条件。杀人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，杀人未遂会当减轻刑期，毋是轻判。 依照刑法第25条的规定，它就是可以按正犯之刑减轻之。好，所以最后就杀人未遂的部分，2次的杀人未遂，一次是判7年10月，一次是判6年8月，然后再加上恐吓、危害公众1年6月，最后是定有期徒刑10年。我没有什么想法了，就判决就好了。 宣判即日，姓洪的查甫人甲被害人拢无出庭，被害人家属讲尊重司法判决。台中地院强调，这个刑期袂当换罚钱，专案也会当上诉。因那民事定姓洪的查甫人已经甲柯瑞显调解成立，细腻的少年仔甲中介公司也未调解成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